阿嬷，我来甲你介绍这个医疗的保险。这个保险就是咧保咱破病短伊需要开的钱，就亲像有人食老，身体较袂堪折，也是讲有的老大人洗身躯无洗哩，跋倒骨头刺去，煞袂行路，甚至有的人因为脑中风煞半骹半手。哎呦，夭寿哦！嘿啊，阿嬷，咱这人吼，啥物时阵要辛苦白疼，敢有法度暗算？迄也有法度。对啊，若因为辛苦白疼，爱定定看医生、带病院，这开起来，逐项拢爱钱呢。像即马病院拢会甲咱讲，想要食较好的药啊，就爱加开钱，就是讲咱爱自费的意思啦。对啊，这些物件拢是爱钱呢。对啦，所以讲吼，咱若讲即马人好好的时阵，这条医疗险就甲买起啦。别日仔咱若需要用到的时阵，不管是看门诊还是带病院，咱拢会当甲申请理赔。好好。